妈公，你要讲什么故事？獾的礼物，有没有人知道獾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像狐狸，蜥蜴它，就那一只。北美刚有獾，有吗？北美就这獾，就是迄个獾啊，是这个獾啊，迄个河湾的獾啊，全部吼。啊，伫台湾嘛有这种獾，但是吼，但是台湾哦，出现这种獾在那个报纸上面出现的时候，是因为得了狂犬病。哎，你如果注意台湾的新闻哈，你也发现说，台湾在山上有一些獾得了狂犬病以后，啊，你哪看到迄个獾走路没有办法走一直线，它是斜着走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它有可能是感染到狂犬病。那回家再晚一点再来解决吧。但是这个獾哦，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獾的礼物，他在讲一个年纪很大的獾这只獾哦，它很特别哦，它赢得很多人的敬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獾他年纪很大，但是他很喜欢跟他的朋友相处，他很喜欢跟那个比他年纪还要轻的人相处。并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学习，尤其是当这个獾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走路需要什么？拐杖，走路越来越慢的时候，整个这个村里面的这些动物都会对付他，都会扶他，没有错，都会等他，都会等他。都会扶他，因为这个獾它在平常当中对这个这个动物村里面的这些动物有很多的帮助。坏心情的獾，对，这个故事的前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坏心情的獾。好，咱老板底下后悔坏心情的獾。然后在这里面这个动物村里面有2只动物很喜欢这个獾，常常在它旁边。一个是什么？青蛙跟土拨鼠。青蛙跟土拨鼠，另外一个是青蛙青蛙跟土拨鼠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当这个獾有一天他回去他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当他回去家里，他要整理好他的习惯他都会拿出他的灯，然后整理他的书桌，然后很舒服的躺在火炉边，坐在摇椅上，然后他在想说：哇，我今天呢又做了什么事？我跟谁呢讲了什么话？然后我明天呢我打算做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年纪越来越大，有很多事情好像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有一点力不从心的感觉。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也在想，如果我明天呢早上起来，我还要做什么事？他就这样想着就睡着了。他把摇椅搬到火炉前，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也顺便写下了一些他对明天的期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就这样做着就睡着了。然后他在他的睡梦当中，他梦见了有一个很长的隧道。然后他本来走路都需要什么？拐杖。突然到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的脚好像变得很有力气，所以他可以把拐杖丢掉。然后就一直往前面，越走越有力，然后前面好像有一个灯光，他就这样往前走。这是他做的一个梦，也是他最后的一个梦。所以到隔天早上，在动物园在动物村里面的这些动物就很期待说，他还有写下一个东西他明天他打算要做什么。然后动物村的这些动物原本都很期待说，早上起来这个獾爷爷他都会怎样跟大家说早安。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今天早上他
没有出来说早安，所以啊，就有很多人来看他。结果没想到来看他的时候，发现这个欢爷爷怎么了？过世了。他在他的睡梦当中过世。那这些动物村的这些动物都很伤心，说我们又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甚至有的是觉得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长辈。有的人讲说，我们失去了一个能够照顾我们的人，我们失去了一个能够谈心吐意的人。哇，很多人在这个当中就心里蛮难过的。于是不久开始下雪了，所有的动物都怎样？跑回自己的家里躲起来了，因为下了雪，对不对？但是在雪地当中，你所看到的脚印就更他们在今年的冬天少了一个很棒的人，就是谁？欢爷爷。每一个动物都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中，开始在准备过冬，也在下雪的当中，又要再挖出新的洞，好让它能够在明年能够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谁？怀念这个欢爷爷，于是啊，就有人说话了。第一个是谁讲话？不对，不对，青蛙。青蛙他就开始讲故事了。从前啊，这个青蛙是在他们村里面很有名的，很会溜冰的。但是啊，这个青蛙他讲说哦，可是你知道吗？我一开始学溜冰的时候是谁陪我学溜冰的？谁？欢爷爷，欢爷爷陪我练习溜冰的，所以当我在那边常常摔倒的时候，都是谁鼓励我？欢爷爷。当我在那边摔到不想学的时候，都是谁在教我再接再厉？欢爷爷。所以这个青蛙他说啊，不要看我现在好像很会溜冰，要不是有当时候的欢爷爷，今天没有会溜冰的青蛙。然后过来又是谁讲话了？狐狸。他说啊，你们看我狐狸哦，好像常常都是人模人样，然后穿得这样非常非常的绅士。可是你知道吗？我的领带啊，是谁教我打的吗？是欢爷爷啊。当时候我还不会打领带，所以都把那个领带啊，就好像油条一样挂在我的脖子上面。但是欢爷爷看到以后，他没有笑我，他没有笑我说那个领带怎么打得这么难看。但是他告诉我说，你的领带可以打得更好看。我教你怎么打领带，让你的领带更好看。所以啊，这个欢爷爷他就教起了这个狐狸怎么样打领带。所以从此以后，这个狐狸不只是长得英俊潇洒，穿的不是美如扫把，但是再加上了那个领带，它就是更加的看起来是非常的绅士。他说，这都是因为谁？欢爷爷，所以是欢爷爷留给我的礼物。再来，谁说话了？兔子说什么呢？你们这些人啊，常常称赞我饼干做得很好吃。你们都说我做的饼干是全动物村里面最好吃的饼干。可是你知道吗？当时候我开始学做饼干的时候，是谁教我做的？欢爷爷。是欢爷爷不知道吃过多少烧焦的饼干，还告诉我说，你下次能够再怎么做会更好吃。你们都吃到好吃的饼干，你知道那些难吃的饼干都谁吃掉了吗？欢爷爷。就是因为难吃的饼干都被他吃掉了，所以啊，我才能够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好吃的饼干给你们大家吃。所以啊，以后如果你还有机会吃我做的饼干的时候，请你不要只记得
兔妈妈的饼干很好吃，请你要记得，兔妈妈的饼干是谁教她做的？欢爷爷，因为做这个饼干是欢爷爷留给我的礼物。小朋友，哇，你觉得这个欢爷爷有没有很了不起？有哦，非常了不起，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再来，你看到什么？土拨鼠。土拨鼠，他说了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也忘记了。唱啊，我忘记土拨鼠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纪念的欢爷爷？因为啊，这个土拨鼠他怎样？很喜欢挖洞，但是啊，这个土拨鼠挖洞的时候，有的时候刚开始挖洞没有挖好，然后那个挖的那个洞会怎样？土会怎样？塌下来，你知道吗？每次那个洞哦，如果挖到快要塌下来的时候哦，欢爷爷就会站在门口跟我讲说哦，不用担心，我用我的身体帮你家的洞口顶住，然后你可以怎样？继续挖啦，不是逃走啦。所以啊，你们说我土拨鼠很会挖洞造地下的黄蜂，那个都是因为当时候有一个谁，欢爷爷，哦，他挖洞的地方沙子太多了，是不是？哦，所以下次我们告诉他要换地方挖洞。可以讲大声一点，让我们大家都听到，要不要？不好意思讲。好，等一下我们再问问看哦，看你可以给这个土拨鼠什么样的建议。然后这个土拨鼠他就讲说，当你们看到我在地下的王宫挖得这么好的时候，你来我家当做客的时候，能够有这么舒服的地方，都是因为当时候我挖的房子会塌下来，但是有一个谁一直在帮我，让我能够在这个当中把房子盖好。欢爷爷，所以这个啊，土拨鼠也在这个当中在讲起这个故事。欢爷爷也许过世了，但是他留下什么样的东西？很好的礼物。这个很好的礼物是留给谁？大家，留给比这个欢爷爷还要年轻的人身上。因为这些年轻的人看到这个欢爷爷，他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智慧，有这么多的力量，有这么多的帮助，然后让这些年轻的人，让这些动物村的其他的小动物都在这当中学习很多的东西。所以啊，在这个动物村里面，每一个人都怀念欢爷爷，因为他所留下来的礼物，成就了其他人的一辈子。欢爷爷离开了，但是他的礼物有没有消失不见？没有，他的礼物依然生存在每一个人心里。所以小朋友，你今天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欢爷爷，我们这里没有欢爷爷。你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帮助别人。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长辈，他们很有智慧，你要在这当中去向他学习。你可以从长辈的身上得到一个最好的礼物，那个礼物可能不会是 Lego Friend， 那个礼物可能不会是电动玩具，那个礼物可能不会是 Nerf， 那个礼物可能不是你心里所想的那个东西，但是啊，他身上的智慧才是最好最好的礼物。好。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今天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在谁的身上？林马吉上。我们要在谁的身上来学习智慧？长辈，因为那是最好的礼物。好，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小朋友鼓掌一下。